哎，这不两元店里的透明胶带吗？哦，哎呀，还2块钱，2块钱给我来一沓。这是巴黎世家的胶带手镯，28800。哎，这不我家垃圾袋吗？谁把我家垃圾袋拿走了？哎呀，还你家垃圾袋？你家用得起这垃圾袋吗？这是巴黎世家的塑料袋包，售价12000。咦，这不我舅姥爷的袜子吗？都有味儿了。你好，这是巴黎世家的白色原味汉字鞋，售价7600。这是咋的了？让人打成这样，没还手啊？哎呦，那是巴黎世家的破洞卫衣，价值9800呢。我去，就这内裤穿上不扎挺吗？这是巴黎世家的马毛内裤，就扎挺你也得忍的，售价7000多。你老打我干啥？这玩意儿给你买呀，我不买呀。但是关注你的点。哦，我知道了。